大家好，歡迎恁佇救生圈的時間。我是陳安迪牧師，是恁佇上帝話語的聽員的同學。咱咧講到福音甲耶穌的比喻，即個節真重要，講到即個福音。咱已經要講到即個題目，今仔日講到今世的終局。咱小可溫習，即個今世的終局是對倒落來，是主耶穌。主耶穌互咱即個比喻，記載佇馬太福音13章的39節安尼講：亞培亞迄個敵人是魔鬼，受割的時指今世的終局，受割的是天煞。40節佇今世的終局，歹人會親像培亞，互人卻歸白，煙火燃燒。41節人子會差伊的天使來。對伊的國內，將一切互人跋倒犯罪甲不法的人，攏要掠來。然後，咱來看馬太福音24章第1節，耶穌對聖殿出來，拄要離開的時，門徒挖來，報伊看聖殿的建築物。第2節，耶穌甲因講：這人檢毋是攏有看到，我實在甲恁講。佇遮一切攏會受拆毀，拆甲無兩塊石相塌。第3節，耶穌佇橄欖山頂得坐時，門徒私下來問伊：請甲阮講，即個代志什麼時會發生？你的來臨甲今世的結局有什麼兆頭？來，咱來看馬太福音13章，耶穌已經有言到。即個今世的終局，所以佇原文即個是真重要，是一理原文。咱若講到馬太福音24章，送一理，門徒我來把問耶穌，佮問伊講，即個聖殿什麼時陣要毀壞？送一理，即個今世的結局是什麼時陣？所以無論是馬太福音13章、馬太福音24章，送一個作者。就是馬太，使徒馬太，門徒安尼記錄，所以當安尼了解，咱就會更加明白即個教導，即個觀念，伊個神學嘅背景，要講到即個今世嘅結局是啥物時陣要發生，咱知影照伊嘅上下文，伊說要講到頭一個世紀嘅應驗。來更加詳細來讀，福音甲耶穌嘅比喻，咱已經講到第二個比喻。講到麥仔甲培仔，那這個真重要呢，因為干啊，這個引起咱怎樣解釋，這個福音甲耶穌的比喻，當咱來連起來，講到這個道理，講到這個今世的結局，還是這個末世世界末了的道理。所以呢，因為這個拍好的基礎，咱就明白講，無論是比喻，無論是咧門徒甲主耶穌咧談話。攏是同一樣，同一理。馬太福音13章嘅預言講到今世嘅結局，比如耶穌真正詳細用即個希臘文，今世嘅結局，世界末了。等伊到馬太福音24章講到人子要來，要叫伊天使來修成，即個修成上款用即個理，今世嘅結局，要差派伊天使。伊講人子會差伊的天使，對伊的國內將一切互人跋倒犯罪甲不法的人，攏要掠來，要受刑罰。所以無論13章、24章，馬太福音咧預言講到上帝要審判什麼？審判以色列人。敢若是啦，因的今世結局是咧講到因的世界，以色列人的世界是活佇什麼？佇即個舊約，是摩西的約。就是摩西的今世的約，講到即個拆毀，你講到聖殿要拆毀，上款即個意思應驗，即個是預言嘅應驗。佇迄時陣，佇頭一個世紀，國家像希伯來書第9章26節，那着一擺閣一擺顯，對創造世界以來，基督着一擺閣一擺受苦。毋過現在佇即個世代的羅馬，即個世代的羅馬。佇原文上即個今世結局，即個羅馬呢，伊就出現一擺，將本身獻做祭，
來拄去找。所以為什麼咱咧講到這個代志呢？主耶穌咧有言講到，伊顯現的時是佇頭一個世紀，要幹哪？要因誒這個猶太人嘅世界，一個今世要結束啊！所以呢，主耶穌毋是顯現佇什麼啊？佇時間歷史嘅結束，乃是佇舊約摩西嘅約嘅結束啊！所以主耶穌用上一啲原文希臘文，馬太福音13章、馬太福音24章、希伯來書第9章26節，攏用上什麼啊？上迄個希臘文嘅字，今世嘅結束還是終局。所以呢，當主耶穌我來時陣，伊要找歹天使來修聖。所以主耶穌咧講到24章講到聖殿要受毀壞，要拆毀，就是要結束。猶太人嘅世界要結束，就是摩西約要結束，就是耶穌回答門徒講：你會看去什麼兆頭呢？因為問講，阮會看去什麼兆頭？伊講：恁會看去天使佇天頂出現，就充滿着權力，甲大榮耀榮光，坐佇天頂嘅雲來臨，伊要發來，所以人子就要找歹天使來修聖。什麼時陣要發生？馬太福音24章34節安尼講：我實在甲恁講，這個世代就是頭一個世紀嘅世代，也未過去，這個一切攏會發生。真清楚主耶穌甲咱講，馬太24章甲咱講是什麼時陣？佇頭一個世紀。所以呢，咱若安尼看，這個作者馬太嘅寫作。拄作嘅時陣，伊嘅上下文無論是第13章、24章，攏咧講這項代志，修聖嘅代志。所以這個今世嘅結局，上一個預言。無論是佇披露，無論是咧主耶穌甲伊嘅門徒咧談話，攏咧講到這件事。過來，咱來看，所以主耶穌伊講修聖嘅時陣，是佇頭一個世紀嘅時代，是真正配合和睦真和諧嘅這個代志。所以咱來結論，那馬太福音13章嘅今世嘅結局，咱就知影咱知影唔知影這個就是毋是咧講到這個物質嘅世界要結束，毋是咧講到歷史嘅時間要結束，毋是咧講到基督嘅今世要結束，毋是。所以呢，咱若看到馬太福音24章，咱承認，無論是解經家攏承認講，這個聖殿要受毀壞是什麼時陣？是佇頭一個世紀。所以呢，當主耶穌我來要修聖講到這個天使要找歹來做修聖嘅工作。所以後來咱來看講到佇這個時陣，真濟人將這個馬太福音24章當作是頭一個世紀嘅應驗。總是呢，真濟解經家真艱苦心嘅所在，將馬太福音13章佇2000年以外也未發生，也未應驗。所以有什麼款嘅解經嘅原則？咱拍迄個咱解經學嘅道理所以咱怎樣解釋聖經，將這兩節這兩段13章、24章解分拆其實這個唔對咱就規則。13章馬太福音13章、24章咧講同一款嘅代志，咧講到今世嘅結局所以這個終局呢，就是咧指什麼呢？咧指摩西嘅約摩西嘅今世嘅約，咧換做彌賽亞嘅約。所以彌賽亞嘅今世，咱先至畫佇這個彌賽亞嘅今世，也還有真濟物件，咱都去討論所以上帝意思下禮拜，咱哋個三記。所以呢，救生權嘅事工。是要將這個福音，互懷患難困苦的人得到大的指望，嚟見證救主的拯救甲恩典。再見。When the waves of life pull you down, and your heart is lost and bound, there's a